冰岛8月29办公投决定讲，敢要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纽时报报道讲，欧洲国家冰岛并不是欧盟的成员国，几年来是维持家己独立性。也冰岛嘛是唯一无军队的北约国家，拢是靠北约，尤其是美国来保护家己的国家安全。不过即马无共款啦，美国总统川普一直想要爱冰岛的厝边吉林兰，这是互局势紧张起来。也川普咧讲吉林兰，佮讲唔对，讲做冰岛几万摆。美国驻地冰岛的大使朗恩，佮笑讲啊，冰岛会当做美国第52个州，这就互冰岛人开始思考。美国这个朋友，若像已经无啥会当挖靠，是毋是爱加入欧盟啊？2013年，克罗埃西亚加入欧盟了后，欧盟已经13年无新的成员，即马扩大版图，希望可能佮出现人口无到40万的北欧国家冰岛，29日透过公投，后面期决定是毋是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不过，这毋是冰岛第一摆靠关欧盟。2009年，冰岛捌正式提出加入欧盟的申请，搁伫隔年启动谈判。2013年新政府上台了后，煞打倒啊，这场谈判也安尼停13年。面对跨大西洋贸易关系紧张、北极安全，加美国积极推动并吞格陵兰这个问题，互共款伫个北大西洋的冰岛重新思考未来。But it's made people think about how big powers are acting, how economic factors are increasingly changing. 民调显示，目前有53%的冰岛人支持重启入欧盟谈判，不过反对者也有相当的比例，显示冰岛社会依然存在真侪无共款的意见。Why would we want to enter to the European Union when we like what would we benefit from it? Because we have it already good. I think it's safer to be a part of a bigger family. 冰岛是北约成员，也是北约维系无上备军的国家。因为无家己的武装部队，冰岛的国家安全主要是靠北约集体防卫，甲1951年甲美国签署的双边防卫协定。不过，关系这场公投结果的上大关键，依然是冰岛的经济利益，尤其是渔业的掠鱼配业。1950到1970年代，英国甲冰岛要因为争夺北大西洋渔权，爆发3场被叫做雪鱼战争的海上对立。And the political reality in this country is such that no government could ever bring back an accession treaty that does not guarantee full control of Icelanders over its fishing zone. 那冰岛加入欧盟，伊会成做欧盟内底人口上少、却是上好嘅成员国之一。那19个公投过关，冰岛爱去为最后的一批条约进行第2摆公投，去进行授权，将正式加入欧盟。公司新闻，洪淑梅报。